请收看因果禅灵红宝忏。良早设想发现未来，路是自己行出来，实实在在继续搁拼看卖，规家营营的习惯着爱改，打拼的人。脚无永远徛在在，名声若好才有空，今的招牌，路是自己行出来，实实在在继续搁拼看卖，规家营营的习惯着爱。打拼的人，脚无永远徛在在，名声若好才有空，今的招牌。阿娘，阿爹的武艺显好，伊哪会袂去将军？将军早都无性命。真啊！阿娘，啊，你平常时行路敢若咧操军咧，今仔日是安怎入门安尼无声无息哈？阿娘拢骂我无得定，入门就话甲大细声，举止行动拢无端正，唔才会两步慢慢啊行。阿姊有心要改正，改伊过去的歹名声。此后伊袂过当遐，定了嘛毋免气甲无心情。恁两个姊妹啊，愈来愈不受教，搁会安尼，一个做当机，一个做倒头，联合要来骗我。你想讲我目睭无看，逐项拢毋知？啊，毋过我的耳孔无臭耳人，唉，饲你大啦。查某囝大汉是别人的，生性都爱甲你嫁出去。阿娘哦，暂时安尼嘞，娘，人我吼这世人拢要到你的身躯边，人我要奉替你。敢安尼？有喏，啊，连讲你咧。阿娘若无温存，我嘛不爱嫁。是安怎？迄将军府哦，伊哪会大靠心要招兵买马？将兵买马，这是将王万的。上重要吼，人有奖金呢。人喺伫咧讲哦，讲哪会当去伫遐安尼百步穿杨哦，奖金哦，讲800两。真是啊！对啊，我是讲哦，小妹啊，这上好的机会，这你去哦，咱会当800两，咱来摕回来啊。唱了7点半呢，等到恁两个少。我爸啊，迄是你家己看无清楚啦，迄毋是唱话足少的呢，是足济呢，拄则无代无志哦，安尼一阵拢安尼，飞起来，都变来叫我知。哦，别讲，我甲恁警告，恁两个姊妹唔通相通相芳，是我要见迄四下高官了。放心啦，阮袂去啦。阿爹啊，人萧将军是人学落的好官，是安怎你对伊的印象这么歹？是到底？哎呀，你少年人也唔知啊，天下间有一寡人华丽奸诈、卑鄙混毒，也，哎呀，老相思啊，丁元甲阮有缘，因查某囝甲阮阿燕是有因，阮两家恩怨交缠，啊，我是要安怎才好咧？这吼，老夫人啊，我请教你一个，水火是相生，也是相对。这
水是雨露煮万物，火乃五毒烧身躯。水火相克，天下事；水火相生，出宝珠。水火相克自盘旋，用得先来心自宽。水是温来火是怨，悟得真来能周全。禅师妙语来开示，温怨何事搞翘起？决心要往政府去，化解温怨点秋味。对，老夫人啊，爱会记哩哦，去吼好好啊，甲人讲，身段放较软咧，圆满为目的，以和为贵。啊，我知影啦，多谢老禅师你的开示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敢讲，咱扬州拢总无够啦。阿姐，敢有成？成咯，拢无人会认你哦。这摆真可怜咧，我跟你讲哦，遐奖金哦，我摕到你知影无？无问题。无问题。哎呀，太赞啊！灵公啊，你伫倒位？阿娘，我伫外口，我随你来吼。别惊，我跟你讲，你对后山走，你知无？后山走的时阵，若无看到咱爸吼，这代志就好一半，知无？阿娘，我应付到啊，靠你。阿娘，会忝袂？要小歇困一下无？袂啦，囡仔是较要紧。姜一条我。大家看好哦，将军示范一遍。互我来试看卖。好，请。迄个人，哪会感觉真面熟？原来是伊。哎呀，无怪镜我才会这么准。阿娘，你是阿珍的，你敢骗我？你这好大！哎呀，阿娘，我毋是挑故意的啦。灵公去倒位？照实讲。你要问小妹啊？阿娘，伊即摆吼去趁大钱呢。趁大钱？嗯，咱若毋是无通食、无通穿，趁大钱要创啥物？阿娘喂，趁钱来还大遐厝，啊水衫穿咧领的身躯，后中若有钱通指数，去找好康的来投资啊，来投资。唉，安尼好无？查某囡仔人，一支喙好蕊蕊。请问张夫人有伫个无？阿娘，啥物人咧叫门？去甲看卖。是。哎呦，哈哈！哎，老夫人啊，吼，阮这山路足歹行咧，啊，你哪会来遮？我是专工来拜访恁阿娘的。不过阮阿娘哦，伊可能袂记恁呢。我是伊的老朋友，相信伊一定会记我。哦，阿珍啊，是啥人啦？阿娘，是你的老朋友来找你啦。啊，来，无要紧啦，行，请，你来坐哦，慢慢来行哦，行。阿娘，老朋友，相莲，你啥人？相莲，我是相流啊。是你，你还阁有这个面来见我？你卡出去！相莲，我已经找你真久啊，
我是专工来甲你道歉的啊。唔免，你即时甲我死出去！我唔听到你的声，我唔看到你的人，你甲我死出去！少年，甲我死出去！你哪有讲我袂怕？少年，你莫甲我叫，我讲不对，今仔日绝对要我该拍死。但原来少年，阿元，你看伊是啥物人？阿元，少年，阿元，伊是咱的元首人，你何必当这客气甲伊称呼？你甲我放手！阿元啊，你的头毛拢白啊！放手！放手！阿娘，你若唔放手，紧甲赶出去！我唔看到伊的人，我唔听到伊的声啦！张夫人，张夫人，阮今仔日是诚心诚意来甲你道歉的。当年的不英是阮公公糊涂，伊是听小人的话，才造成今仔日的结果。为着伊一时糊涂，都会用个害阮阿元去坐监，啊无甲知阮阿元会晓渡监，啊若无唔都白白互人斩死。上帝，这件代志，阮相公拢一直记伫咧心内，伊往生之前嘛一直伫咧念，讲要行阿元这个公道，希望阿元，你会当原谅伊这个老糊涂。阿元，你若唔出声，你千万唔通相信伊的话，你茫袂记我的目睭前面是互因害的。迄个可恶的布记，伊放我小人头，后来阮老爷嘛将伊处斩。处斩有啥物路用？敢会当换我的目睭，搁再金倒转来？阿元，你若唔出声，你是死人还是贼头？你出去，你莫过来啊！阿元，阿元早就死去的家公，你出去！啊，工是工准爱工人，啊爱分小牵连。声落好照顾，因要照你出去，你莫过来啊！阿元，阿元早就死去的家公，你出去！阿元啊！你走啊！你走啊！你看我了，你的口可以啊！走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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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本来你就是歹人啊！伊的目睭哦，要你来甲切灭啦！你去走，你去走，你莫搁大车啦！人在做，天在看，我一定会向你爸母一个公道，咱两家才袂搁误会。安尼上好啦，为你哦，我拢有爱看到你啦！走啦，走啦，走啦，走啦！出去啦，出去啦，出去啦！出去啦，出去啦！阿娘，我紧赶赶走啊！你莫搁哭啊啦！阿元，你来这么无路用，你到底是为我还是为因？我当然是为你啊！你是为我，谁人能举手甲我条条，唔好我拍一个出气咧？少年身体遐尼歹，我听你遐讲会惊打着伤。你甲听我问，自头到尾都是为因，啊我算啥？我对你受过遮多年，食粗糠穿破衫，住一个破草厝。我这个目睭无看的痴迷人，我在世间有啥物路用？我过去死的。少年，少年，少年，较冷静的啦！少年，你嘛较冷静的。哈，阿姊啊，紧，紧点，这包给你，紧，紧点。少年，哎呦，哦，哎呦，你哪无转去？你搁跪咧啥哦？阮就是拼这条老命，嘛要跪到恁爸母答应为止。这哪有可能的代志？你看啦，寒到要寒死，恁伫
真哦会去寒死，你知影无？紧走啦！你定然若唔原谅我，就是讲当时的这，我嘛甘愿。丁公明，请你转达阮的意思。我唔知影，我唔知影。这恁的物件，行恁啦。丁国林，安尼啊，伊拢无走呢，伊若跪咧咱门骹口哦。伊有讲哦，伊讲安尼啊，你即摆若无要原谅伊哦，伊要一直跪到死为止呢。爱死都互伊死。阿元，唔准你出去，你若搁出去为，唔是伊死，就是我死。小林身体遐尼歹，安尼伫规工当会调？你看，对头到尾，你就是为，啊无想讲咱互伊害甲凄惨落魄，你连一点仔替我想着无？我今仔日真真你袂掉啊！我规气死哦！你看，少年，少年。通啊！丁将军，这个二流拢是要来收拾你，小等我会派人送到你的府中。多谢将军大人。赵国本是求贤士，天佑小燕得良夫。二爷令武依令武，日后永秋得秋母。对面不识丁家女，不该听强丁公夫。看伊懊恼面珠珠，心内唔知啥心思。只惊身份瞒袂久，不如当面说真女。将军大人，你哪会安尼直直共看？啊，讲是讲准爱讲人，啊爱分享。名声落好才有风，因的招牌。将军大人，你哪会安尼直直共看？我即摆是伫咧想讲，要配合你一个职务，通我对我操兵练功夫啊。你的意思是要让我伫咧你的身躯边？是啊，千军易得，一将难求。对即摆开始，你就是我将军府新的总教头。来，师爷，你赶紧去快乐这个细节啦。是。将军大人，这件代志楚明也袂转去甲爸母请示，所以这项职务我……哎呀，免搁再讲了，你是我将军府的总教头，你若有啥物无妥当的所在，我一定会替你想办法啦。感谢将军大人提拔，在下过世。赶紧甲伊护送，不得有失。遵命。这员工是我要甲伊报恩上好的方法。阿爹，我那边有虾子。你要学写字？无喏，这毋是阿爹会当答应你的呢。你也知影，你要去学写字，都要问恁阿嬷，问恁阿娘，伊若要答应，你毋才会当去。啊，不过阿妈甲阿娘拢无伫啊。老爷，我必须听从夫人的命令，请老爷你饶命。你若只是讲着无罪，因去倒位？去山顶的顶架。山顶的顶架，因去顶架创啥物？师爷，敢讲你也有代志在咧隐瞒我？无啦无啦，大人，我是奉着夫人的命令去调查丁姑娘的身世，发觉一件秘密。小文，你甲六寮带出来。快紧出来！讲，到底什么秘密？丁姑娘的爸母甲咱小家好亲像有真大的冤仇。什么人有可能呢？阮小家以后，啊，什么山顶大雨都无咧来往，根本就无什么瓜葛啊。
迄是你细汉所发生的代志，莫怪你会袂记住啊。丁姑娘的老爸叫做丁元，你敢讲毋捌听过？这位壮士小赞，吉祥福号过半桥。过半桥。请问，这位先生尊姓大名？云游四海，无名无姓。那安尼，拄则先生所讲的过半桥是啥物意思？我是咧讲你百步穿杨有蹊跷，身顶气足无骄傲，半桥有过太子嘛。这位先生，半桥若是无过，半桥若是无过，就坐破桥啊。坐破桥？我的意思是讲，摔落桥，阮死。多谢先生指点。冤亲债主不可信，伸手凌辱爱吞忍。阿嬷求弟来求亲，父母怨债怕惊心。父女骗家真艰苦，每工超甲糊涂涂。做翁若毋知照顾，莫讲外贤有步数。抓一粒线，伤心感觉较自然。你痴情，阮了解，已经打动阮心弦。你该选择我，酒后吐真言。感情世界有啥人证明？最后敢袂变魂烟？爱你这用心，不敢对你有欺骗。你对阮的爱，希望真正有缘。爱你这用心，无奈不敢有怨言。你对阮的爱，一定不敢表现。啊，讲是讲准爱讲人，啊，爱恨相牵。